天到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3台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今来关心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去年总统大选期间的政治现金，即马是红白讲大约有要2000万，报的是报漏交去，回去几啊间公关公司有做假销的嫌疑。民众党伫昨昏有特别召开记者会，强调是因请的会计师小记唔对去，伊嘛讲党部完全拢唔知，因会追究法律的责任。我也要向支持者和合作的厂商鞠躬道歉。当时是郭文哲竞总财务长的李文忠行咧鞠躬下失礼，因为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最近陷入政治现金的风暴。承接组织活动的行销公司年奥甲是陆讲无收到民众党申报3笔总共916万外的支出。民众党等于查小才发现讲，会计师端目前假漏交无报到大约2000外万，家己调税9笔，申报到是陆甲年奥一个幕后这公司。我们委托的端木正会计师，他说他时间来不及，所以有很多漏报的情况，他去调节了当中的2000余万元，分成9笔申报。而且这个会计师并没有告诉竞选总部的任何人员，会计师该负的责任，我们也会依法追究。现在这段时间能够把这些事情尽速理清为准。经过第一阶段查核41万以上支出，发现17笔漏交无报，还有5部款项，后续来继续来清查。当时是竞办财务长的李文忠讲，当时甲监察院的申报是委交予外部的会计师，完全唔知影有漏交无报情形。不过无尽到第2摆查核的责任，会向党报请自行处分。郭文哲也亲身说明讲，政治现金申报数额真紧张，不过因为这个申报资料外包会计师大粗大意，造成数额会用上紧的速度向监察院补正资料。我们现在所有的支出，你知道吗？都有凭证。都用在选举相关的事务，更重要的，他没有跑到任何个人的口袋里面。我也保证，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我们不会被任何挫折击垮的。身为民众党的党员，造成党的声誉受到如此大的伤害，我也会向党自行处分。党目前是发声明来回应讲，提供的签证服务拢依照法令规定来处理，相信监察院也个检调调查了后，先予会计师清白。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伫台北市长的任内，伊个京华城和北树科这案件，嘛防指控涉嫌盗利。昨昏北检就头一届以被告的身份，团政府市长彭建生到案说明，问3点钟了后无报请回，也毋过有限制出境、出海甲自机。副市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结束我3点钟的精神，前台北市副市长彭建生行出北检面对媒体讯问，只会手无讲话，因为前台北市长郭文哲京华城案、北树科案防指控涉嫌盗利，彭建生也以被告身份团反省后以涉犯盗窃等罪嫌，下令限制出境、出海，佮限制自己。郭文哲对此无加做回应，不过伫伊台北市长任台，京华城用积率为560%提悬到840%，也有20%的自创用积奖励，防止伊盗利业者。另外，北投树林科技园区 T17、T18地上权标案，也好多位民代也出前组合成功集团等记录。北京今年5月分他日案调查，案由是贪污治罪条例。北市议会也成立专案调查小组，目前已经召开8摆会议。20计划邀请彭建生说明。检察官的约谈应该是越来越接近核心呐。彭正生如果这些事情是他负责的，那他当然要负起绝对的责任。但如果不是，他有在过程当中是接到长官的胁迫，那他就必须要讲出来，才能够在司法上面还自己一个清白。我希望检调后续尽快的约谈其他的当事人，包括金华城的主事者以及柯前市长。除了厘清真相以外，当然也避免他们可能有串供的嫌疑哦。如果确实有违法的问题的话，我希望蒋万安市政府赶快成立后续的法律研议小组。对政市府前期台北市长朱万安佮指出表示，希望检调赶紧厘清事实，调查真相。市府会全面配合调查，无枉无穷。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巴黎奥运赛果啊！咱台湾队的选手伫这一届是摕到2个金牌、5个铜牌。那最后一批的选手伫今仔日早起嘛，已经返来台湾。总统赖清德有特别指示，派出3架 F-16战机飞伫飞行机边遐。飞行机顶有无姓旧的金牌林晓婷，和铜牌的吴思怡和陈念琴，也有招标的杨俊翰和倒球的选手郑义晶这人。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然后到就是从这么远的地方到这里，然后为我们加油，然后为我们欢呼，给予我们最大的鼓励与支持。这段时间发生过很多事情，但因为专心比赛，我就是把社群媒体都关闭了。毕竟身为一个选手，那好好专注比赛，然后拿到最高的荣誉。展现出我们台湾最强大的力量与精神，是我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谢谢大家在这次比赛当中，那么支持我们台湾的选手，不管是哪一个项目。那这一次的比赛的荣耀就是归给上主，他带领我们所有中华队的选手，能够尽情的去享受2024巴黎奥运的这个舞台。这一次巴黎奥运是我第一次能够去参加开幕式跟闭幕式，我觉得。经验非常的特别，我对自己的期待是希望下一次还能够继续战奥运，然后站上颁奖台。谢谢。巴黎奥运，咱台湾队的选手林晓婷、吴思怡和陈念琴这人，因伫今仔日早起7点10分的时，已经坐飞行机返来咱的桃园机场。嘛，伫机场有接受媒体访问，伫现场有真侪民众，几若百人去甲伊迎接。所以咱来关心天气，今年第5号的风台玛利亚已经减弱变做热带性的低气压，第6号的风台山神嘛，伫要减弱做热带性的低气压。毋过伫今仔日翻点过半暝啊2点的时，第7号的风台嘛已经形成，目前是轻度风台，名号做安比，对咱台湾看起来是无直接的影响。咱来看分图。今仔日咱是透西南风，毋过西南风有减弱。今仔日明仔载2天就可进行嘛，拢会略略啊转好。伫西半部沿海有第一阵阵雨，毋过爱细日过到了后，有可能会落局部大雨，山区嘛有可能会落局部大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云会较高，水气嘛会增加，高温就会略啊下降。高温有33度至34度，伊若伫无落雨时，会感觉较翕较热。来关心希腊，希腊最近是因为透强风，野火烧真紧、炭真紧，火是烧袂煞、烧袂离。雅典的郊区即马是乌烟大调咧，当地政府已经要求当地人爱赶紧疏开。有3万人即马是离开家园，消防部门有出动超过700个消防人员，甲30架飞行机、直升机去拍火。希腊的总理已经赶紧提早结束伊的假期，回去因的国内来处理这件代志，嘛向欧盟其他国家希望会当甲因斗相共。就那大火，风果正透，火炭甲正紧，乌多摆厝拢被烧害去。希腊首都雅典的附近10月发生野火，天气大数温度悬，风果透，火正紧就炭烧到雅典北边35公里的一个村。当局出动超过700位消防员、100多台车，也动员30多台飞机，也有直升机来拍火。当地居民讲，火炭甲正紧，有人车驶到一半拄到大火。Πονάμε το μέρος αυτό, έχουμε μεγαλώσει εδώ στο δάσος, πραγματικά νιώθουμε πολύ μεγάλη θλίψη και οργή. Με τύλιξαν οι φλόγες, δεν έβλεπα, έπεσα μπροστά σε ένα πεύκο και αυτό εδώ. 当局下令雅典以东40公里的马拉乡镇，超过300个居民紧急撤离，有10几个人因为烧着甲砸着送病院。今年自5月到今，希腊已经发生过几落百件野火。伫咧经过暖冬抑个雨正少了，希腊7个创史上上悬温的记录，而且这种情形也会继续。 Look in this country, we've had very different weather patterns. So we have longer periods of dry, and then we have more intense storms. And of course, in Greece, it's been a similar problem, an extended drought, and therefore, inevitably, more combustible material on the ground. 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提早结束伊假期，回国应付危机，并且向欧盟寻求援助。欧盟伫12宣布，包括法国、意大利、捷克、
西班牙加土耳其等国家已经提供援助，派消防员去希腊斗相共拍火。公司新闻张伟玲、吴kỳ昌编译。在含乡亲，咱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卫福部伫昨昏正式公布媒体咧报儿少受性暴力、性剥削事件嘅报道指引，有定出5大爱注意嘅事项，包括爱避免强调非法嘅网站，袂使去呈现专名，嘛袂使用传播媒、公关媒这嘅讲法来写新闻。来看《中国时报》，卫福部根据有一份上新的调查，讲咱国内65岁以上的时代，规喙无牙、无喙齿的比例是达到11.4%。那是以内政部公布咱全国老人的人口有440万人来算，等于咱国内有50万的老大人无半齿喙齿。咱国内75岁以上的长者时代平均只有15齿喙齿，超过一半无到20齿的自然喙齿。来看联合报，财政部公布上新非自用徛假的房屋统计，到今年的6月底，咱全国有超过56万3100人有囤房，这是比去年增加要2万人。有7户以上的人，每年开始依照新的制度，上悬的税率会封口4.8%。亚通的社会主体有4000户，也毋过去登记咧等的有8000多人。市政府就表示，到民国119年，桃园市会有超过1万户的社会主体。也人关心基础正义的民间团体是认为讲，政府针对社会主体，包括租代管和租金补贴这资源的分配，拢应该爱重新检讨、重新评估。中路2号社会主体伫桃园区，因为地段真好，真受欢迎。目前有858人咧排队候补。桃园市最近这几年大力推出社会主体，桃园市12搭4000多户是拢房租去，还佫有8000人伫排队，是提供房租的数量的2倍。有民众真无简单排着啊，嘛有人到单还佫伫等。一整年都可以提出申请，时间不同，递补的顺位就会有所不同。以我帮忙申请过的案例来看，最多有等到将近1年的时间。目前桃园社会主体候补的名单有8000人，台北去大排队的人数前3名拢伫人口上侪桃园区，分别是中路2号有858个人，中路4号有796个人，中路1号有793个人。也若排队排上少的平田1号，嘛有267个人咧等。因为桃园市的社会住宅是新房，而且租金是市价的折扣，所以造成入住后流动率很低。社会住宅尽量多给租屋市场最不容易接受的，比如说独居老人、精神障碍者跟严重的下肢障者，再着以配合社政跟卫生单位的福利服务的支持。主题发展处表示，桃园有几个所在社会住还佫伫咧规划或者是设计阶段，到119年会有超过1万户的社会主体，而且毋但是桃园，针对全台湾的社会主体，普遍是拢供应无够需求。所以妈妈基金会认为讲，若要解决问题，政府就要针对无共对象来强化社会主体包租代管、甲租金补贴资源的分配，建议社会主体会当优先来照顾弱势族群。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应该照顾弱势族群。若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到去年为止，咱国内65岁以上的人口是已经超过429万人，其中独居家己大的老人推算上无有67万人。也毋过根据卫福部的调查报告内底说写讲，咱国内独居的老人有39万人，若需要坐车关怀的敢若5万人，两个数字是斗袂嘛袂对同。老人福利联盟就表示讲，实际上需要关怀的独居的老人，哪有可能亲像卫福部讲的遐少？建议卫福部爱重新检讨。随个人化甲囡仔生少影响，家己一个人大已经真做真侪老人的生活方式。虽然家己一个人大无一定是经济无好，不过可能稳重真侪规矩。老人福利推动联盟讲，家己一个人大的老人可能较袂晓用电脑甲手机啊，较会互诈骗集团锁定目标，而且万一伫咧厝的跋倒也破病，一时间可能找无人斗相共。
他跟社会、跟他的家庭都锻炼的话，像这类型的长辈就很可能在第一时间内比较没有人提供这样一个紧急的支持跟协助。另外，联名分析发现，卫福部的独居老人定义可能范围详细。根据内政部统计，到去年底为止，全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429万人，独居老人比率是15.6%，推高至少67万人。不过，卫福部老人调查报告却是指出，独居老人比率是9.11%。独居老人人口只有39万人，两者差28万人。因为必须列册关怀的独居老人人口也只有5万人。内政部的那个数字其实是一个从户籍登记资料里面做一个统计，卫福部在做的，我们实际上在处理的范围，则是针对独居的长辈他需要关怀的对象的人数。社会团体建议，独居老人定义应该搁放宽，即便是家己一人大，就是看作是独居老人，并且鼓励这些老人来做社区的志工，和独居老人无孤老。也那卫福部是回应强调，地方的普查实际上需要关怀人数，调查方法甲定义拢甲内政部无共款，交接数理上的差别，未来会继续来检讨，精进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一则严重的车祸，这是昨下晡台南成功大学有一个员工，那亲像是因为氧型发作，赛车的时雄雄对校内速度真紧，冲出去校外，去弄着几啊台汽机车，有造成一个查某骑奥多麦的人当场死亡，阁有4个人受伤。路的真侪人咧行，无到几秒钟，突然间有一台驶真紧的轿车，直接弄入来顶下卡，互大家惊一个。对另外一支监视器看，这台nguyên色的轿车对成功大学学校内面冲出来，直接弄到驶伫咧路的一台黑色的车，规台车势要一阵才停落来，也阁弄到6台奥多麦。它速度应该有到100吧，它左右在撞，然后它冲出来的时候飞来，它先撞我们警卫室这边，然后飞出来直接撞到这边。速度正紧冲浪，造成一死4伤，零件碎片也到规涂骹。被弄的黑色轿车车头规拢冒气变形，弄人的nguyên色轿车前座的安全气囊裂开，有人骑奥多麦互伊弄到，也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完全不知道，我觉得这是正常这样慢慢的行驶，而且我到那边忽然就我一声来哈，就把我撞倒。代志发生伫咧12下昼，54岁姓林的驾驶是城大图书馆的职员。伊讲是因为氧型发作，有一位女性骑奥多麦经过，拄好互伊弄到，当场不幸死亡。伊的大家接到消息赶来现场。伊下班要去载囡仔啦，伊一个囡仔读幼稚园，就要载囡仔。咱国内不规定有氧型的人不应该考驾照，验过这项法令，互人认为是对身障者的歧视。交通部研究了，伫咧2020年修法，放令伫最近2年以上无发作的人，会当有条件考奥多麦抑个小型车的驾照。伫咧2年要换照的时阵，要有医生开证明，讲这段期间拢无发作过。因为驾驶者都受伤在急救中，我们还不了解原因。那待那个伤势稳定之后，我们再来厘清原因。姓林的驾驶酒测台是0，因那车祸的原因还阁伫咧调查，警方将会调病例来确认是毋是有相关病史。案件是以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和交通有关系，这是高雄的警方对昨开始到9月底，因即马要扩大处理驾驶伫路口无停让过路人。年底之前，阁会伫学校、病院附近增加16个科技执法的所在。高雄防所有民众行伫过路线，骑车的煞无让，直接倒挂，叫警察直接抓落来。各民众行伫中正4路无看红灯，就撞过过路线。高雄市交通队统计，今年1月到7月底，过路交通事故154件，比去年下半年减少13件。不过过路人伫咧事故24点钟内死亡的也是有12个人。警方决定到9月底为止，专区实施路口无让的执法专案。之前还没有礼让的情况下，我推我爸出来，我可能都要等很久，等很多台车过去，等他们全过去以后，我才有办法过马路。但是这种科技执法之后，他们就是会很愿意礼让。台湾人有个惰性，如果没有强制执法的话，大家不会特别去礼让行人。
民众表示，政府开始重视过路人的路权了后，车的让人状况进步足多，尤其是有科技执法的路口。不过嘛，发现到过路人违规过路甲弄红灯的比例有增加。警方表示，年底进前会伫16个路口加设科技执法。看起来我们在这个太阳的违规上面真的是减少很多了哈，所以说在我们高雄市今年取缔的量能上面有比去年稍微减少一点。警方表示，加强处理期间会针对路口无让过路人、无车红灯的路口无照标示标线爱停落才可驶，还有人行道违规停车，这个项目加强处理。统计到年底，全市有39个所在会采用科技执法，设置相关病院、学校附近的路口，提醒民众爱遵守交通规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洛西亚国防部是指出，乌克兰的军队即马已经侵入洛西亚境内30公里，继续攻击库斯克地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强调讲，因为安尼做拢是互洛西亚逼的。另外，伫乌克兰境内，互洛西亚去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传出导火，两国即马拢指控讲是对方做的，加在是无影响到核电厂的安全。罗西亚国防部发布影片指出，乌克兰军队已经侵入罗国境内30公里，高伫边境的库斯克地区加陆军交战。这是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军上侵入也是上大规模的入侵。乌克兰边境所媒体区居民为乌军的表现欢呼。Туди і танки, і машини, і гулої, і летіла, і все. Так, давайте не підходимо. Підтримуйте. Я підтримую. Те, що вони пішли, підтримую. Так і треба. Хай вони почувствують, поживуть у нашій школі. 这摆侵攻已经进入第6天，亲像和克里姆林宫有一寡维护环境。乌克兰官员也透露，基辅已经部署1000名士兵参与这波突袭行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强调，为罗国边境地区对乌克兰发动的每一摆袭击，拢应该得到公平回应。Тільки від початку цього літа і тільки з районів Курської області по нашій Сумщині було завдано майже 2000 ударів. Артилерія, міномети, дрони. Ми фіксуємо і кожен ракетний удар. І кожен з таких ударів заслуговує на справедливу відповідь. 位于乌克兰南部和罗西亚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传出火警，罗欧双方拢指控对方放火。好在在国际关注联总署表示，火警并无对核电安全造成威胁。另外，罗国首都莫斯科受民众咧募集领导援助物资和库斯克地区的居民。Я думаю, что те мирные жители, которые от этого пострадали, они получают помощь, по моему мнению, недостаточную. И чем я могу помочь, какой-то посильный вклад внести, я попытался сегодня сделать. Давайте так. 目前，库斯克地区已经有76000人撤离，当局宣布当地政治紧急状态。罗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基辅恐吓罗西亚甲平民。公司新闻陈慧欣编译。镜头来印尼要迁都，要甲因的首都刷去外婆罗洲的努山塔拉，这个工程已经进行2年多。第一阶段的工程按算要伫8月17印尼国庆日进前来完工。若任期剩2个月，印尼的总统伫2礼拜前，伊就已经开始伫新的首都的总统府办公。10日时嘛有伫遐开会议，伊表示这会当互区域的发展更较平均。外形像电视蜡像的印尼新总统府大楼看起来真壮观。为着赶上17个独立纪念日国庆大会，位于婆罗洲新首都努山塔拉的工程当咧积极完工。总统佐科威2礼拜前已经开始伫新总统府大楼执行公务。迄天的记者会也家己亲自调整座椅。12日佐科威头一摆伫新都主持的第1摆内阁会议，伊个一摆表示迁都的未来目标。Salah satu alasan kenapa ibu kota pindah, karena kita ingin pemerataan. Karena kita tahu 58% GDP ekonomi itu ada di Jawa, sehingga kita ingin memeratakan untuk juga luar Jawa mendapatkan perputaran ekonominya. 内阁会议进前，各部会首长也顺势基础建设的时间进度，确保伫国庆纪念大会登场进前一切顺利。Sumber air baku untuk
Ini ada 2 sekarang, Bendungan Sepaku Semoy, kemudian kurang lebih 10 km dari sini ada namanya Intake Sepaku. Intake itu adalah sungai yang dibendung, areanya diperlebar, airnya kita ambil menjadi air baku. Betul, itu yang akan digunakan dan sudah digunakan untuk mengisi air atau mengirim air di IKN。印尼表示，前途带来55项投资计划范围包括小卖、物流、金融、观光、教育、医疗甲能源等产业，规模会达到30亿美金，大约新台币970亿。政府强调，新首都会建造绿色智慧城市，达到7成用地会留作森林绿地，只是施工期间土粉夜飞，当地居民真艰苦。未来恐惊也会继续面临交通塞车、工程拖延问题。加上目前海外投资甲招商不足，参后期土地征收等难题，互新首都的发展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巴西伫8月初9的时，英国内有一只飞行机摔落来，即马乌阿爸和飞行记录器拢已经找到啊，正在调查失事的原因。这是坠机地点附近民众看到飞行机坠落来最后一刻所翕的画面。透过社群网络传播，巴西国内外飞安专家也看过这影片。虽然航空公司讲飞行机所在管道的疾病问题伫飞安会当接受范围内，不过路透社访问的巴西飞航工程师有员认为，为飞行机坠落来状况来看，会当讲确定就是疾病问题所造成的空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动力学者认为，这个事故应该是甲天气状况无关系，可能是2个引擎中的一个故障，不过技术应变处理事故，造成飞行机呈现失状态坠落地面。当然，真正原因也有待解脱乌阿爸了后，才会当确定。Neste momento, os investigadores do CENIPA estão num importante trabalho de extração e obtenção dessas importantes informações que entendemos que poderá reescrever e nos contar o que aconteceu neste trágico evento. 经过调查小组的努力，目前已经确定俗称乌阿爸的座舱通话记录器、甲飞行资料记录器，拢已经找到，记录也已经提出来。接落来就是专家的判图。根据调查小组的讲法，初步结果要30天左右才会当出来。由法国甲意大利合资的 ATR 公司推出的香普罗培拉 ATR-72的系列客机，受到不少区域型航空公司的爱用，生产总数约900只，其中台湾本岛甲外岛航线并看的 ATR-72-600型数量上侪，全球总数超过500只。即摆发生事故的是属于 ATR-72-500型，总数也有230多只。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哈马斯的领袖和真主党的军事指挥官7月底时拢受攻击死亡。伊朗和真主党拢有放调讲一定要报复。白宫是表示，伊朗有可能上紧伫这礼拜会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美国有派出一支航艦打击群和飞弹舰艦驶去中东，要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来关心中国伫南海伫土地扩大主权，澳洲是伫印太地区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澳洲伫这个礼拜开始，会和14个东南亚的国家伫斯里兰卡举行时间有5个月这么长下东南亚印度洋的区域演习，有军事演习，嘛有文化交流，也有灾难的救助。来关心菲律宾的移民局最近有发现3个诈骗成员，2个中国人，1个台湾人。因拍算要伫菲律宾换签证的时候，发现捌牵涉过诈骗。互抓到的咱台湾查甫人，今年51岁，伊伫咱台湾有牵涉过诈骗案。2020年就互菲律宾的移民局列做无受欢迎的外国人，所以伊会互菲律宾赶出境。来关心咱陆委会进前就表示讲，澳门的政府要求咱台湾驻澳门的代表处人员要去遐，就要先签一种的承诺书，因为咱拒绝，所以即马人员拢无法度接任。代表处目前敢若剩2个陆委会工作人员尔。陆委会是表示，上歹拍算就是来踢馆。不过国民党的立委是呼吁讲，政府爱考虑咱台湾人的权益，无希望行到踢馆这一步。的作为，那我方也会做最坏的打算，到时候一定会冲击到台澳的民间交流。
8月初，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讲，针对咱国驻澳门办事处会做上歹拍算，因为澳门政府坚持咱国派驻新的人员申请签证的时阵，都要签一种承诺书。不过，咱这边是无法度接受。地属办事处目前敢若剩2个陆委会人员，甲14个当地请的员工。如果说最后演变成要被迫撤款的话，我想这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尤其是可能也会让我们台湾的民众在澳门地区或是港澳地区这边的权益会有受损的情况。有风声讲，陆委会有研究2种处理的方案，头一种是香港的模式，亲像咱国驻香港办事处同款，透过当地请的人员来协助运作，或者是考虑直接把这个办事处拆掉。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于很多驻澳侨胞台湾国人的服务，也会影响了台湾跟澳门之间的各项不管是商务、观光、文化、教育的交流。呼吁中方不要用这种恶质的这种政治压力的来赋予我们的驻外代表处的人员。驻澳门办事处若是拆掉，咱国伫当地国有财产澳门国父纪念馆，因为是历史古迹，袂去互拆掉。嘛按算请当地员工依期开馆运作。根据了解，即马伫澳门有设领事馆的国家，敢若剩葡萄牙等等少数的国家。咱国的若是拆掉，澳门的地位是会比人愈来愈细汉。而且咱国对澳门的贸易业，去年敢若1亿美金，就算无甲因做生意，影响嘛无大。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台铁的员工，常常互旅客攻击，无就是红骂。家己大拿车头，即马有一个站务员向工会投讲，伊已经互攻击、互恐吓几若届啊。8月初7日时，佫因为主动乘客伫车头内底骑脚踏车，尾也互拍。即马台铁产业工会是批评台铁弄吉点点，才害即款代志日头发生。对于检讨台铁高层要求各站清查是毋是有员工互拍，台铁产业工会秘书长11日面册答文指控，嘉义大拿站一个站务员，初次为了靠坑伫站内骑脚踏车的乘客互拍，不过台铁事后煞干来劳动大家找人，毋是保护员工。他脚不方便，在楼上碰到他都要用骑乘的方式，上面后车大厅有很多礼让，对啊，他会撞上别人。抵达现场时，该施暴民众已离开。本分局已调阅相关监视器，厘清案情，将依法侦办。代志发生伫大拿站2楼通路，听讲这个站务员毋是头一届互拍，较早嘛我伫集群的时阵去互乘客攻击恐吓，民众嘛感觉站务员真冤枉。觉得他们都很好，服务态度都很不错啊，很热心啊。站务员互女乘客摕鞋仔入去拍，列车长互人加见会乌青。代替公司换了后，除了加请人，也希望会当改善员工的态度甲工作环境。不过员工互人攻击事件常常听到，工会12日批评代替无作为，更来要检讨员工无危机意识，要求提高车站安全保障。我们希望说能够像这个台铁去征聘这个保全一样他们现在在每个平交道其实都有聘一个保全负责去做监视，也能够来协助在各个车站去征聘保全，来确保这个车站里面的安危。面对指控，台铁表示，迄天铁路警察局部有到场处理，甲员工约定13做笔录。公司也指派主管持续关怀员工，来做后续员工要对乘客提告，我来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2天前，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伫木信区的军馆内底参加游击赛，过程中伊的头壳互拍着了后，因为现场无医护人员，伊送病院了后脑死死亡。姓丁的馆长即马是互依照过失致死罪起诉，昨开庭，也毋过这个馆长无要回应。若死者的家属是强调讲，因绝对袂和解。为什么比赛的时候没有设置医护人员？对媒体追问被告的姓丁的馆长拢无讲话。2年前，伊伫新店一间拳击俱乐部来举办友谊赛，不过比赛现场并无设置医护组。比赛过程中，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头壳互大力木掉，互拍倒伫涂骹。落场了后，身体无爽快，送医急救，最后宣判脑死。结果馆长控告过失致死。只是草率这样做一个检查，就让他去比赛。我觉得这样子，你看像我儿子这样就走了，对我们是一辈子的遗憾。法院12日开庭审理，家属无得接受一条少年性命就能死去，要求法官予伊一个公道。由咱拳击好手才伫巴黎奥运摕金牌，教练讲这几个国际拳击比赛一定以选手的性命安全是重要考虑，无可能无设置医护组，而且是像耳仔以上、后头裤，也佫有头壳碗、颔棍处拢属危险的部位，是袂使共攻击的。就是顺着耳朵，然后你身体一直到腰部这个位置之前都可以打。而
耳朵以后就不能打，就是头后脑就不能击打。国际赛的话，国际总会就会有一定的要求，像这种晋升晋级类啊，国际也会要求的比较严格。有高雄的道场也包括发生格斗赛有选手互拍一个分区倒伫涂骹送医不治的案件，对着这个苏宁举办的比赛，是不是严守拳击，也是格斗比赛规范？对选手家己有签切结书，是不是都免负责任？引发讨论。符合正常比赛规则底下的伤害，我可以承诺说这样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超出比赛规则的，这个呢不能够因为签了这生死状，我就主张说我得到被害人的承诺，免除刑事责任。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把最高司法官的律师讲，切结书是不是合法？伊是不是合乎公共特殊加善良风俗？那违背当然是无效。尤其距离比赛已经超过生命权的保障，有爱护刑事加民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政府拍算即马要伫溪湖一笪公有地去猪仔排泄物多元利用共同处理中心，讲会当处理6万只猪仔排出来的物件排泄物。不过当地里长和发展协会昨昏有带上百人去抗议，因为因反对。农业处是强调讲，这个案即马已经进入可行性的评估。也若针对里长和理事长用无老实的影片来煽动民众，县府嘛讲因要提出告诉。300位民众超过60名警力组成的风线，想要进入彰化县政府，结果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双方冲突中，有几名民众搬凳坐伫涂骹。彰化县府为了解决猪只饲料问题，向农业部争取3亿4000万，打造猪饲料多元利用共同处理中心，规划设置伫东路溪边公有地，当地溪湖镇西势力民众不满，选这地点设立。伊选的所在唔对啦，伊是爱选去迄市地较多的所在啊，上好是大人较少的所在啊。西势力里长甲发展协会去年8月就发动抗争，因批评县府把伊公文来回应讲，无处理民众强势进前未随便来设置。不过，即阵传出专案已经进入可行性评估，昨日再来到县府抗议，批评官方是讲话无算话，自头至尾拢是骗局。主份当初是讲要处理去溪湖，结果即摆要处理其他的乡镇。鼻头、参尾、二林，结果阮溪湖镇嘛处理无了，伊讲3公里尔，所以对头尾这是一个骗局，我感觉足生气的。我们一定会让你们了解，这样的一个建设是不会让你们的空气污染。远3公里还会用管线，用管线不会。我无同意啊。警方夜排经过请民众冷静，县府出面接受定情，强调后续举办公听会甲说明会。农业处是认定，西势里长蔡福祖协会理事长詹俊杰2人以不实影片甲错误信息，想要误导民众，做了里面参与观摩会，已经以刑法313条散布流言，也是以诈尸损害他人之信用正式来提告。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嘉义东石的水产养殖产小班，为着要让民众会当了解在地市的蛤蟆，配合在地的商款有举办课程，让民众会当去窟窿内底摸蛤蟆，希望会当让民众知影讲，伫东石遮除了蚵仔以外，嘛有其他友善的养殖产业。家长带囡仔落去饲蛤蟆的窟窿，大家摕着假丝要专心来摸蛤蟆。嘉义县东石乡水产养殖产小班开放饲蛤蟆的窟窿，让民众来体验。大家落去了后，搁起来，拢讲真无简单。第一次参加，他就工具往下去画，他有的地方就硬硬的，比较适合大人，小朋友那个不好走，全身都下去啊，他就整个人就趴下去挖了。嘉义县沿海养殖蛤蟆的面积有将近900公顷，其中东石就超过一半。产销班讲，蛤蟆用机器收成了后，窟底会有一寡蛤蟆无法度用机器来收成，所以就配合相关的推广活动，举办7米课程，让民众体验摸蛤蟆。垃圾有诶抓袂起来，抓袂起来，变成讲咱家己窟主爱落去摸，无咱拍窟了一定爱死啊，所以就号召台湾的一些好朋友，有一些喜欢体验摸拉的好朋友，摸蛤蟆的好朋友。都可以下去帮我们摸干净。伊的壳什么石，就是伫咱窟窿底饲的；啊，什么石伊是伫海底生长的。啊，透过这个活动了后呢，伊会使知影讲，粉叶啊，伊安怎去大汉的，啊，伊对大细粒安怎饲，甲变咱会使食。东石商圈发展协会表示，
当局除了蚵仔以外，嘛有其他的水产。澳门透过活动甲课程举办，问下带因来到山地山区亲身体验，嘛会当入捌友善环境对养殖的好处。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这是届奥运性别的议题有引起真侪讨论。其实咱生活中嘛有侪性别平等的观念，需要来推广来落实。中华田中的妇女中心就举办讲座，针对家庭工课场，也有同婚者的议题，和民众讨论性别多元和平等的问题。用薪水来讨论男女平等的议题，佮小解台湾甲性别相关的法案。这是中华田中妇女中心举办的多元性别讲座，讲师用生活中的例来互民众思考安怎落实性别平等。我是生长在一个阮家拢4个拢是女生的家庭，我感觉讲，伫阮家，阮的爸爸就是一个天。到长大的时阵，面临结婚这个问题的时阵，阮就有像你即只讲的，迄个性有没有从母性这个问题？过去因为传宗接代观念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台湾2007年民法公布修正，爸母双方会当讨论囡仔要缀老爸也是老母姓，拍破父权优先的条款。搁有2019年，台湾正做亚洲头一个同志结婚合法的国家，但是社会上煞未少无同的声音。讲师就讲，头一步是爱互相了解。因为性别平等，不是只有男女平等，都有同性恋啊、双性恋啊、跨性别的朋友。我其实感觉是时代接受的程度其实是蛮大的哦。我觉得有教育、有对话、有分享哦，其实是真的可以有进步诶。你袂使讲甲别人的代志，拢讲对咱遮来，也是讲否认啊。时代已经无共啊啦，行到即阵来就是。看较济咧，大家较平等啊就好啊。主办单位表示，台湾这几年虽讲性别平等的意识有提升，但生活中也是需要继续来推广落实。真欢喜讲座有袂少时代参加，透过讨论，加一份理解，就会当减一份歧视。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伫金钟奖顶悬摕到创新奖的电视剧《明报客栈》，是咱台湾头一出结合歌戏和音乐剧的新型歌戏出。即马嘛要对电视搬到国家戏剧院。《明报客栈》即马要推出剧场版的前段，由邓丽云歌戏团找本地演员，也有结合一阵少年辈演员，要做伙将这出戏对电视剧延续到舞台剧。电视剧《明报客栈》2020年入围4项金钟奖，为着要传承台湾本土的歌戏，这摆邓丽君戏剧团带一群少年辈的演员做伙甲电视剧演耍做舞台剧。他们演的歌戏的团员拢是个少年人，所以因不但爱学去演戏、脚步手路，爱个也要讲台语，这是一个足好的展现台湾文化的真重要一个任务。头一届接触到歌戏舞台剧的演员彭友心，伊讲伊伫9岁的时阵就开始参加台语歌曲比赛，而且嘛演过真侪出的台语戏剧。伊认为家己的台语不哩啊练长，毋过接受到歌戏了后，互伊感觉台语是真困难。真侪我直接看到字的时阵，我读拢直接是读咱平常时咧讲话迄种字、迄种音，啊，毋过结果我才发现哦，毋是呢，伊爱用歌戏的戏文的声调去练，所以我其实都直接去拜托剧团内面的台语老师，然后拜托伊念互我听。舞台剧《明报客栈》内底除了有原本电视剧的演员以外，佮加上一群少年演员，邓美芬希望会当替歌戏注入新的活水。当然拄开始袂晓，但是慢慢一直接触，一直学习，其实因就是愈来愈内行，愈来愈清楚，嘛愈来愈会晓。邓美芬希望大家会当斗阵来支持台湾本土的戏剧歌戏，若是袂晓台语的朋友，也是外国朋友，嘛会当来看戏，因为哪播戏。哪提供华语字幕，电视剧演出真成功的《明报客栈》，即届11月份伫国家戏剧院演出，无同的表演舞台，拢是展现歌戏的水。记者陈亚轩、柯敏哲台北报道。台语文刊榜来关心，咱台湾伫每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台南护专为着要提升学生囡仔的台语能力，互因未来
出业了后去病院，也是诊所就业的时会当用到。休热期间，校长就带老师学生做伙拍台语版本的护理教学影片，希望学者的学生会当学到专业的台语医疗用词。消毒由内边向外安尼洗过。护理师当咧甲病人消毒手指头啊，才搁摕彩绘针甲血糖机来确保病人的血糖敢有稳定。袂讲掠准遮是病院，毋过遮其实是台南护专拍戏的场景。校长带头变装，假做护理师，插学生伫休热期间斗阵翕台语护理影片，运用校内临床机能中心的器具，全台语来解剖拍谈甲脾胃讲的流程。拍这个影片其实嘛是有帮助的，因为会当知影讲拍谈的，就是要安怎讲啊，要安怎卫教啊。台南护专会当来支持这个护理台语，我感觉足欢喜。申请这个就是要规个拢会当做全国的迄个台语的推广，会当互这个咱的护理的品质搁愈好。啊，毕竟咱台湾人爱讲台语这是咱足重要的代志。学校发觉学生伫临床实习的时，拄到专有名词也是听雷。为着提升学生的医疗台语能力，校方才有拍影片的想法，希望通改善学生参病人的关系，嘛会当减少误诊的风险。实际去病院行一转，新台病院医生指出，伫南部的门诊内，将近80成拢用台语来沟通。你讲国语其实嘛听有，其实讲台语伊可能听得较清楚。第二个就是讲伊会感觉较亲切，会感觉讲这个医生较会关心伊安尼，讲的伊个听有以后台语要安怎讲较专业？台南护专嘛请台语专家一句一句来指导。校方表示，课程袂当干那有医护英语，嘛爱有台语版的，互未来整个医护界照护品质愈来愈好。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伫休热期间，各地头拢有真侪活动。咱先来看伫屏东的恒春国小，有设计以民谣戏剧来互囡仔学台语。伊若伫潮州的潮城国小，嘛有用跳舞做客家赛来互囡仔学客语。认真好听，我决定带你来国小参加比赛。用黏土做人物，看起来真古锥。恒春国小学生囡仔发挥创意，制作这出动画，讲过客家恒春南门的故事。这是去年休热囡仔的作品。今年学校要用恒春在地歌谣戏剧为主题，带囡仔实际参访参加比赛，让囡仔唔但了解家乡的文化，可以当用台语记录落来。恒春半岛这个环境，这个社区的熟悉，鼓励学生家己看到的物件，变成一个故事，去介绍恒春，互大家熟悉。唔但恒春的囡仔，哪算哪学台语，潮州的潮城国小囡仔展现客家的舞蹈甲歌谣，因搁亲手用黏土制作客家菜头，这也是学校今年休热的夏日落下计划。教育部部长杂志也落南参观囡仔的学习成果。能够透过语言的方式，能够有一些跟父母亲或者跟祖母、阿公、阿嬷，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亲子之间的互动，包括语言的，把这个文化跟语言能够持续的、永续的能够传播下去。教育部推动的夏日落学，希望学校设计在地课程。今年申请的学校有1307间，除了本土语言课，还有英文、科学等等的主题。其中，屏东吹沙的台语、客语甲原住民语的课程拢较有特色，让囡仔会当认同家乡。记者钟义辉、邱兆勇，屏东报道。母语爱定紧，体育嘛同款。伫南台湾将有名的野球学校高雄金潭国小的野球队，伫今年休热短一个月时间，球队是小连续已经摕到3个冠军。教练就表示讲，未来因会鼓励囡仔以拍国际赛做目标。听教练的指示，球员互相练习野球的手臂甲打击。这是平均约12岁金潭国小野球队。去年因为球队大部分是高年的球员，所以成绩无介好。经过一档的训练，总算摕到好成绩。队员表示讲，这一档加在有教练的鼓励。教练讲，今年的6年有机会，会使去外口拍，嘛会使摕到冠军。挂沙袋然后跑步。
然后就可以让脚程变快。金潭国小野球队伫1997年成立，2011年搬去美国威廉波特参加世界少棒锦标赛，可惜无进入复赛。后续敢若拍到全国联赛8强，不过今年后热，因连续摕到3个比赛冠军。教练表示讲，其中性球杯的全国赛是头一届有南部球队摕到冠军。你的球队要进这个全国赛了，他都没有什么全国赛经验嘛。但因旧年就有啊，所以因今年起来是因就比别人会较勇啊。野球队目前有30几位的球员，大多数拢是6岁囡仔，有的是为南马夏桃园地区来的。校长表示讲，学校提供宿舍甲沙顿，互囡仔通专心练球。反正有的就毋是拍球的了，但是教练有含阮学校有一个原则，就是讲无放弃任何一个囡仔。其实金潭野球队嘛捌培育出真侪职业的球员，包括过去伫美国大联盟的刺激林。教练表示讲，成员大多数拢是16年啊，未来继续以国际赛为目标，继续打拼。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有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外岛27度至33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